大家好，歡迎又嚟到骨貓 Chila 嘅頻道。今日骨貓 Chila 會同大家分享一次喺大老山隧道巴士站等車嘅詭異經歷。嗰日大約係晚上7點幾，骨貓 Chila 收咗工嚟到大老山隧道轉車。等車嘅時間有啲漫長，嗰晚仲要係落緊雨。忽然有一位女士從遠處慢慢行過嚟，佢神情焦急，行到去站長面前問咗句，想問下3S 線巴士喺邊度上車。站長呆咗一下，面上顯露出一副好驚嘅樣子。站長回答：呢條 S 線只會喺清明節同埋重陽節期間提供服務，平時呢啲時間係唔會有服務提供嘅。周圍聽到嘅人都喺度你眼望我眼，面色瞬間變得好蒼白。骨貓 Chila 驚咗一下，佢條尾不自覺咁豎起咗。嗰一刻，骨貓 Chila 嘅心入面湧起咗一股強烈嘅不安感，雙手緊緊咁抓着地下。如果大家都中意骨貓 Chila 講嘅故事，記得 like 咗呢條片同埋 follow 以上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